冇幾耐之前呢，先至喺電台聽過佢嘅訪問啊，估唔到今日呢就見到單咁嘅新聞。英皇娛樂男新人黃俊熙涉嫌未經同意底下威脅發布私密影像被控啊，咁案件呢，今日即係23號啦，就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控方申請押後待檢驗被告手機同埋索取法律意見啊，被告繼續獲准保釋嘅。咁辯方喺庭上面就指啦，案件嘅事實背景係非常之複雜嘅，希望可以押後到出年年初啦，再訊就被拒，案件會喺12月18號再訊。今年呢，只有19歲嘅黃俊熙啦，報稱係學生嚟嘅，被控喺今年2025年嘅8月26號喺麗城花園某個室外嘅地方啦，威脅事主 X 就會發布佢嘅私密影像啦，意圖令到 X 受到侮辱啦、驚嚇啦或者係困擾嘅。呢一位英皇新人黃俊熙佢曾經就講咧，自己讀書咧就唔叻嘅，中3之後咧就已經冇讀書啦，就轉修咧時裝設計。不過至少中意音樂，咁原先咧佢係想參加隔離台嘅全民造星嘅，咁可惜啦，當時就未夠18歲啦，就未合資格嘅。咁之後就轉讀咗伍樂城嘅音樂學校啦，咁喺校內咧唱歌嘅比賽裏面攞咗個冠軍啊，因為咁啦就俾英皇睇中，就簽咗去做歌手，所以咧就冇再諗報名參加全民造星啦。通常啦，睇完一單新聞之後下面咧就會推送一啲咧類似嘅新聞俾我噶。又咁啱咧派咗呢一單舊聞俾我，就係過咗檔去隔離台拍過一套《成角》嘅導演羅俊偉啦，喺2022年嘅時候咧，曾經都干犯過類似甚至更嚴重嘅罪行嘅。喺2022年就同一名酒吧女郎發生性交易並且拍下對方面上面咧仍然有一啲液體啦，同埋私密照，其後就以公開相片威脅對方做自己嘅性奴隸，同埋拍片要佢扮狗㗎。最後被判入獄10個月啦。裁判官就話咧，呢一單案嚴重之處咧係被告要求事主咧揾其他嘅女子嚟服侍自己啊。案情顯示啦，呢位女士曾經咧就同被告講，就話好難行翻條啱路啊，反映出事主咧原本就唔願意作出性交易嘅，承受極大嘅壓力。但係被告咧就要威脅佢啦，要令到佢工作嘅場所啦，甚至全香港嘅夜總會都知道，手法係非常之咁卑鄙嘅。法庭考慮到相片嘅私密程度之後咧，就認為恐嚇成分強而有力就以監禁15個月為量刑起點。被告就認罪啦，所以咧就減咗1/3嘅。睇翻維基啦，拍完《成角》之後咧，似乎就再冇新作啦，唔知同呢一單新聞有冇關係？所以咧有啲嘢，喂，真係唔好亂嚟啊！